梦特别奇怪，我这个人做梦呢，有时候梦我都会记得特别清楚，画面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到我去了很多的艺术的展览空间，但是那个艺术展览空间里面不只是音响上面透过音乐传递的，或是电视里面出现的美国的饶舌歌手，然后或者是呢所有的声音。他们都告诉我用艺术帮助人，连英文讲的也是用艺术帮助人。那我都不懂。第二小马女子军有歌手、主持人、演员等得奖身份，伫每一个领域顶悬拢有成就。伊的创作自由无受拘束，因为一个梦境启发，看着艺术，创造出疗愈猫一个角色。我就这样子画了一个东西给我的画家朋友潘学官，问他说：“你看我画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就用很激励的语言来亏我说：“哇，天哪，你怎么？”他就叫我说：“小马，我真的画不出你画的东西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怎么画？我现在去上课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用上课，你拿纸跟笔，你就画。”我说：“拿纸跟笔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你想到什么画什么。”我真的不骗大家，我拿到纸跟笔，大概3天的时间，我根本不知道画什么。我3天之后想到画鱼，鱼是我们小时候上美劳课、劳作课。同学，老师画鱼哦，就是很简单，你自己就会画这个图案，鱼圆圈圈，最后才有这个所谓的猫这个角色诞生。也就是这一次呢，终于事隔2015年到现在2022年7年的时间，终于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诞生出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叫疗愈猫。小马讲，疗愈猫是伊的化身，希望透过这个艺术，带予大家轻松的心情。这摆特别独家甲新光3月台南新天地合作举办展览，总共打造5大展区，分别是疗愈猫画作、NFT 投影、纸模、滑板涂鸦，以及甲潘怡良联名的服饰。同时嘛推出侪周边商品，提供粉丝做收藏。画作的部分嘛提供贩卖，并将其中的10%捐赠予公益单位。展览展出到明年1月2号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